各位觀眾，係時候埋位啦！呢度咧就係今期拖拖拖，我係你哋嘅主持人沈哲翰律師。呢個節目啦係每逢星期二咧就同大家播放嘅。今日咧就係嚟到8月11號，各位暑假有啲咩係可以做嘅咧？就係留喺屋企嗰度去欣賞我哋呢一個嘅今期拖拖拖節目。今日嘅重點法庭新聞咧就係空中滑索變空中飛人。華裔男子嚴重受傷，起訴業主和出租平台。嗱，呢個案件咧嘅主人翁咧就係 Howard Hong 洪先生。嗱，咁洪先生咧就好喜歡呢一個大自然嘅環境啦。咁啊，尤其是喺加州呢度咧，有一啲嘅郊外嘅地方啦，就有一啲嘅樹林啊，有溫和嘅天氣咁樣。咁喺2022年咧，阿洪先生咧就打算咧就去呢個 Sonoma 縣呢一個郊外嘅地方咧，就係享受3個星期嘅度假。咁佢就去咗呢個 HipCamp 嘅出租平台嗰度啦。咁呢個平台咧就係配對一啲嘅業主同埋一啲嘅度假嘅遊客咧，去做一啲嘅短期嘅出租嘅。咁佢就揾咗一間木屋咧，就位於呢個加州 Sonoma 縣 Cazadero 城市一個小鎮。咁具體嘅地址咧就係呢一個 Fort Ross Road 19650號，喺相裏邊見到呢間細細地嘅木屋仔啦。咁佢咧就同業主咧就係約定啦，就係喺呢一個8月3號至到8月23號咧，就係租用呢一個嘅地方。咁就頭嗰2個星期咧都冇乜大問題嘅，咁直至到去8月21號咧，悲劇就發生啦。咁事關咧喺呢一個木屋嘅旁邊咧就有一棵樹，咁樹咧就安裝咗一個叫 Zip Line 嘅空中滑索嘅設施喺度嘅。咁空中滑索咧基本上咧就係2棵樹咧就係掛住一個嘅鋼線。咁呢個鋼線上高咧就安裝咗一個滑輪，咁而滑輪咧就吊住張木凳咁樣嘅。咁玩家咧就可以捉住呢個滑輪坐喺張凳上高啦，咁就由一棵樹咧就一路滑去另外一棵樹嗰度，就途中咧就係有一個高空咁樣可以欣賞美景啦，同埋有刺激啦咁樣嘅，好冇？咁呢個叫 Zip Line。咁啊，洪先生咧就坐咗喺呢個嘅凳上高啦，捉住個滑輪咧，就打算啦由呢棵樹去滑去另外一棵樹嗰度。咁但係點知咧，佢一捉住個滑輪咧，突然之間啊，呢一個滑輪咧就好高速咁樣咧，就射咗出去。咁而咧佢就向後咁樣啦，就拋開去，咁就失去咗控制。咁佢一放手咧，就成個人咧就飆咗出嚟啦。就變咗空中飛人啦，咁啊一路跌咗落去，咁啊跌咗落去地面上高啦，就有一啲嘅大石喎，咁佢個人咧就冚中呢啲大石，咁啊頓時間咧就係動彈不能，就瞓咗喺個地下嗰度，咁要打電話去求救啦。咁啊醫療人員到場之後咧，就 order 咗一個嘅直升機啦，就馬上咧送阿洪先生咧就去附近嘅醫院嗰度搶救。咁啊，醫院嗰度發現啦，洪先生咧就身體有多處骨折啦，就包括佢個胸椎呢度咧都係斷裂咗。咁啊，面部咧亦都受傷。咁呢個係一個相當之嚴重嘅受傷啦。佢聲稱啦，佢嘅神經系統咧就係永久性咧就受到傷害嘅。嗱咁之後咧，阿洪先生咧就去三藩市嘅高等法院啦，就去告呢一個木屋嘅業主。同埋亦都告埋呢個 HipCamp 嘅出租平台，咁聲稱佢哋啦就係有疏忽，咁而且啊仲話咧呢個業主咧就係有心啊有惡意咧去令到佢受傷，咁要求法庭咧俾佢呢個懲罰性嘅賠償。嗱咁業主咧就通過律師啦就向法庭咧作出抗辯喎。咁業主聲稱啊嗱呢一個都係一個疏忽嘅事故啫，你聲稱你受傷。咁我哋都唔想㗎，係咪？我哋都唔係刻意令到你受傷，咁因此咧，你就唔應該要求啦有呢一個嘅懲罰性嘅賠償。嗱咁原告一方咧，即係呢一個洪先生咧，佢亦都通過律師咧就話咧，又唔係喎，事關咧你安裝呢個空中滑索嘅系統嘅時候咧，
個說明書咧就講明有兩樣嘢。第一，你應該咧有個安全帶安置喺呢張凳上高嘅，咁你故意咧就冇安裝呢個安全帶。咁而說明書另外咧亦都講到喺呢一個嘅 zip line 下低咧嘅地面咧就唔應該有一啲大石或者一啲硬物咧放喺地下嘅。OK， 萬一啲人真係唔小心跌咗落嚟咧，佢亦都唔會撞正呢啲嘅硬石。咁但係業主咧就係冇理會到呢一個說明書，咁即係話業主咧係有心導致到呢一啲嘅租客咧係會受傷嘅，咁因此咧就應該咧要懲罰呢個業主。嗱，咁法庭咧聽咗雙方面嘅理據之後咧，最後判決咧就係話洪先生講咧係有道理嘅，咁就話基於洪先生嘅指控咧，法庭話咧佢係有權可以索償呢一個懲罰性嘅賠償。好啦，嗱，依家咧就係輪到我哋嘅記者咧，同大家分享法庭新聞。大家好，我係 Lisa。遺產有條件繼承，惠及子孫、員工同埋幫傭。本案係香港富商黎福嘅遺產認證，佢早喺1988年嘅4月8號已經立好咗遺囑，而且已經喺香港高等法院完成咗遺囑認證。佢喺1995年2月4號於香港離世，不過直到咗2022年嘅5月4號，兩個仔黎仲康同黎從森先至向加州法院申請出任遺囑執行人。法庭文件顯示，當時加州遺產估值大概係135.8萬美元，其中包括大概73.8萬美元嘅個人財產同埋62萬美元嘅房地產。法院並要求提供150萬美元嘅保證金。之後去到咗2023年嘅6月，遺產管理人提交初步財產清點及評估報告顯示，納入該遺產管理程序嘅資產總額為14.7萬美元。兩份文件所列金額存在明顯嘅差異。不過真正令人印象深刻嘅唔係遺產有幾多，而係呢份遺囑寫得非常嘅仔細，而且設下咗唔少繼承嘅條件。例如，子女並唔係父親過身就可以直接分遺產。遺囑列明，長房兒子黎從森必須一直妥善照顧的母黃嬌，而另一房嘅幾個仔，包括黎仲康等人，就必須負責照顧同埋贍養佢哋嘅生母黃英。只有履行責任，先至可以取得指定嘅遺產。除此之外，家族仲要負責祖先墓地同埋兩位配偶墓地日後嘅維護同埋祭祀開支。黎福更加要求佢自己嘅遺體不得火化。遺囑受益人唔止屋企人、朋友、員工，甚至係家傭都有份，但全部附帶條件。例如，家傭盧群英可以獲得1萬美元，但前提係喺黎福離世嘅時候，佢仍然係受僱。馮全、李維、劉太等員工亦可各獲得2000美元，同樣要求佢哋喺黎福離世時仍然喺指定嘅公司任職。不過，遺產管理報告亦都顯示，目前家屬仍然要處理拖延20幾年嘅聯邦同埋加州稅務申報。由於年代久遠，部分資料無法電子提交，而國稅局完成審核之前，利息同埋罰款金額亦未可以確定。律師估計整個程序可能仲要1到2年先至完成。直至到目前為止，呢單案件仍然喺加州高等法院處理當中。如果有新進展，我哋會喺之後嘅今期托托托節目再同大家跟進。多謝大家收聽。今期托托托節目係一檔周播節目，於2026年3月份開播，融入時事法律本土資訊，透過社交媒體網絡、YouTube、微信視頻號、小紅書、Facebook 等傳送，讓觀眾隨時可以掌握三藩市灣區嘅重點法庭新聞。每個星期以中文深入解讀複雜繁瑣嘅法律常識。隨住節目深入社區，傳播面同收視率穩步上升，係商業宣傳嘅最佳平台，為全面提升節目嘅製作質量同內容深度。歡迎商家網友特約贊助，支持灣區新媒體發展。臭氣沖天，三藩市業主成功驅趕污糟住客。呢單案件呢，就係涉及一位華裔嘅租客，佢叫做 Yan Ming Jen， 中文譯音殷燕敏。
嗱，咁喺2024年咧，阿殷先生啊就租咗一個嘅住宅，咁啊係一個 studio 嘅單位啦，就位於三環市嘅 Depot Sky 462。咁呢一棟咧就係一棟低收入房屋嘅出租屋嚟嘅咁樣。嗱，咁啊雖然咧就話係低收入啦，咁但係呢個 studio 咧都需要每個月2521蚊嘅租金嘅。嗱，咁啊殷先生咧同業主咧呢個 Bridge Housing 咧就簽咗一份嘅租約，咁然後就搬咗入去啦。嗱，咁過咗2年之後咧，業主啊就得知到咧呢個單位有啲出現咗啲問題噃。咁事關咧，因為鄰居投訴啊，就話裏邊咧有啲惡臭，咁因此咧就打電話去三藩市嘅衛生署嗰度啦，就要求啦啲人過嚟檢查。嗱，咁就喺呢一個嘅今年嘅2月4號啦，咁啊呢一個三藩市嘅市政府咧就派啲人咧入去阿殷先生個單位嗰度，哇！一打開道門咧就嚇死人啦，因為呢個臭氣沖天啊！咁佢發現咧成個單位咧都係堆滿晒啲垃圾，咁而且咧有一桶桶嘅貓嘅糞便喺度啊，咁啊周圍都係。咁而且咧睇到啲牆身啊、天花板啊，全部都淹滿晒呢啲嘅污漬喺度啦。咁而且就有呢啲叫好多嘅曱甴咧，周圍走喎咁樣。咁呢個單位咧，好明顯地咧係多年啦，都係冇去take care 啦，去清潔咁樣啦。嗱，咁業主咧馬上第一時間咧就揾律師啦，就出咗封警告書俾呢一個殷先生，咁要求佢咧喺1個月之內咧，就係要清除晒裏邊所有嘅垃圾，同埋清潔晒所有嘅糞便，OK？呢啲貓嘅糞便。咁但係咧過咗1個月之後咧，到咗呢個5月份啊，呢個殷先生啊依然咧仲係冇處理到佢嘅房間裏邊呢啲咁樣嘅雜物。咁因此呢個嘅業主咧就冇辦法啦，冇佢符啦，咁要入稟法院啦，要求法官啦就趕佢走。咁呢個咧就喺5月份開始去提出訴訟啦。咁就業主咧多次咧揾人咧去送遞呢一個嘅法庭文件俾阿殷先生，咁但係咧都冇人應門喎。咁因此呢個業主咧就要求法庭咧俾佢將呢一個嘅起訴書咧貼喺殷先生嗰度門嗰度，咁然後咧亦都寄一封嘅掛號書俾佢，咁確保咧佢係收到呢一個法庭嘅起訴書。嗱，咁去到7月份咧，呢個殷先生咧就並沒有去法庭嗰度去答辯，咁因此業主咧就要求做一個 default judgment， 即係話缺席嘅裁判書。就係同法官講咧，呢個租客咧基本上佢就棄權啦，因為咧佢根本都唔去法庭嗰度去應辯。咁而喺7月份咧，法庭咧亦都係答應呢一個業主咧，就提供俾佢一個驅趕令。咁但係喺驅趕之前嗰幾日咧，阿殷先生終於採取行動啦，佢就去揾呢啲三藩市嘅免費租務律師咧去代表佢。咁呢啲嘅租務律師咧就嗱聲啦，馬上去法庭嗰度咧，就要求法官暫停唔好驅趕 ，OK？ 咁延期直到7月尾咧，先至容許殷先生有機會咧送遞佢嘅文件入去法庭。咁而法官咧循例地咧，亦都答應咗啦，俾佢延期2個星期，至到7月28號咧，俾殷先生去應訊。咁當時咧，殷先生提出就話咧，佢從來都冇收過業主嘅起訴書，咁因此佢冇機會去答辯。咁但係同一時間業主咧亦都咧係強勢地咧去反對喎。咁業主咧就提供咗呢啲嘅送遞公司嘅宣誓書啦，就話佢哋已經試過有3次咁多咧去拍門啦，都冇人應門。咁因此咧就要係貼門啦，咁而且咧就係用呢個掛號信咧寄呢一個起訴書俾殷先生。咁因此業主已經做晒佢哋可以做嘅事情咧，去通知佢有呢個訴訟啦。咁最後法官判咗咧就係業主勝訴。咁喺8月份就命令三藩市嘅員警咧正式去呢一個單位嗰度啦，去趕走呢一個嘅殷先生。咁而業主咧就可以成功地將呢個單位收翻嚟啦。
多謝各位收睇今期托托托。嗱，我哋呢個節目呢，就由今年嘅3月份呢已經開始推出。咁推出咗之後啊，就受到我哋各界嘅華人嘅關注。咁所以咧，我喺呢度咧，衷心感激各位一路以嚟對我哋嘅支持啦。咁我同我嘅團隊咧，會繼續俾心機啦，每逢星期二啦，定期咁樣啦，為大家報導三藩市嘅法庭新聞。所以你千祈唔好錯過啦。下星期再見，拜拜。